小组不是本来就是教会建造就是有了吗？但其实，在长老教会是不简单的一件事工所以我们想要邀我们附近的教会一群大家对这个小组事工有理想，而且想要突破的，一起来研讨我们要邀请一位资深的退休的牧师李牧师来当主题讲员虽然没有全部开放参加，是由小组长跟干部参加，但是我们也为这件事情祷告。其实目的就是为了鼓励弟兄姐妹，如果你还没有参加小组，你在参加教会的礼拜，参加教会的聚会，你是已经不错，但是如果能加入小组，那才是一个完整的牧养的系统欢迎大家如果有兴趣在礼拜天下午有时间能够参加的，特别你有可爱的小朋友要参加，一起带来参加我们的果子小组感谢主我们一起要分享神的话语之前，先来做祷告。现在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一起领受从神来的赐福。我们富强教会弟兄姐妹，大家藉由不同的时间的敬拜，我们的小组事工能够看见神在我们当中显现的美好的旨意。我们也努力追求，藉由读经祷告，寻求让神的恩典、恩膏、祝福以及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滋养。感谢你，我们要透过神的话语来一起学习，求你带领我们。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牧师在这几个礼拜有一个主要的大主题，叫做带来恩典的梦想带来恩典的梦想。那就是借由梦想这2个字，来从圣经里面不同的面向来跟大家一起学习了那前面2个礼拜呢，牧师分享了就是我们要在信心中孕育梦想。所以梦想我们一直强调说，梦想这2个字比较也不是世俗化，就是比较生活化。那圣经里面可以用意象、愿景或是一个蓝图都可以，但是梦想的意思就是说生活常常会发生的，那我们把它落实成为神旨意的。那第2个主题叫做勇敢梦想，让上帝动工。因为当你将你的梦想拿来的时候，被神所祝福，被神所动工，那才是重要那第3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没关系，把它关掉。右边的键就按一下就好，右边的键按一下，右边的键。远大梦想从神而来，什么意思呢？就是梦想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常常会出现，有的是小小的一个念头，一个是大的梦想。那我们要学习这个主题这个远大梦想从神而来，从3个部分一起来学习。第一个，上帝的梦想跟人的梦想到底有什么差别？我们在之前的学习是知道说，伟大的事成就以前，我们都有一个阶段了所以他先在心里面常常有一个念头开始来，那在心里面有一个意向跟梦想的时候，你就会努力想要去把它呈现出来，能够创造强大的未来的能力这样子。那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梦想，没有梦想我们就说很像行尸走肉，或是说无所事事所以上帝是要透过勇于梦想的人来工作。请记得，你没有梦想，上帝说要怎么成就你你是有梦想，上帝就跟你借着你来工作，而且重点是你有跟神同工。跟神同工是一个心态，勇于梦想是你自己的装备。那没有梦想，我们说任何的，你说有理想热情献身上帝都不用，因为你没有这样的梦想。所以要跟神同工，就是先勇于梦想。那好，梦想我们之前曾经提过不要空思妄想不要做白日梦不要只是有想没有执行但是梦想有时候要有一个区别，就是跟人的野心有区别。人的野心也算是梦想的一种，对不对？但是那个野心到底是人的私欲呢，还是上帝在你身上所的命定？那就要又很细心的去区分。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人的野心不是梦想，
不信的人哦，特别是不信的人，我们知道大家天天追求的，你看我们天天在我们的股市啦、我们的投资啦、我们的各方面都是充斥着怎么样赚大钱的。那这个有正规的方法能够让你的生活改善，当然是没问题。但是问题就是说，当自己的财富跟名望充满欲望跟贪婪的梦想，在迷惑住的时候，你说这个要成就神的旨意或是神的梦想，那就有很大的差别。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也要细心。你说啊，那个是世俗人所追求的，其实我们都生活在这个属世的世界，每一个人都有个人的需求、经济的需求、工作，还有家庭的需求。但是怎么样去区隔呢？我们不能被这种充满欲望跟贪婪的梦所迷惑，变成你是他的奴隶了，你是他的奴仆了。那许多自称是基督徒的人、属神的人，却把自己充满欲望跟贪婪的梦想，记住啊，这一点差别很重要。好，有的人都有自己的梦想，自己去乱闯乱撞，到最后受伤头破血流，那自己甘愿嘛。但是你把这种个人的私欲跟梦想当成是神所赐的梦想，那就差异很大了，就等于你剽窃了神的神圣跟神的一个尊贵美好所以基督徒要小心去摸索，小心去验证。那如果是小的误差，可能你自己没有成功，你自己非常的感觉有一点失望失落，那只是个人或是小家庭。但是如果是一个大型的一个仰望把它当成神的梦想，那就会影响很多人。在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事情发生。一个故事是有一位叫做威廉米勒这个人，威廉米勒，听了这个名字知道是外国人，但是他在我们台湾有相关联的事。这威廉米勒，他是在19世纪美国的浸信会传道人。他平常的事工讲道，他的为人被很多人所尊敬，所以号召一大群人哦。但他有一天他这样想，他说根据他从圣经的计算，预言耶稣要在1844年已经快200年了，耶稣要再来。哇，他因为讲的很吸引人，很能够打动人心，所以当时一大群人就追随他。好，那追随他要等候主耶稣降临嘛。那问题来了，就是这个运动到最后没有成功，因为耶稣没再来但是他这个追随的群众后来就发展成我们现在台湾所认识的叫做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有没有听过这个名字？其实我们在青年路青年路那边有一间他们的安息日会他们是怎样？他们是安息日嘛，他们就在礼拜六聚会他们的主日是礼拜六，不是我们现在礼拜天。那我们其实他们后来也发展出他们自己属灵一套系统。不过我们主流的长老主流的基督教就把它认定是他一个偏差的，因为他没有按照新约圣经我们圣经的整体的概念所以大家好像彼此不会互相攻击了，但是大家知道我们要厘清那我们之前小组长聚会研习的时候，我们曾经去参观过，就他们在日月潭附近的一个鱼池乡设了一间很漂亮的山域神学院。他们这个教派后来发展成说很注重健康，甚至有注重也是不是完全的素食啦，但是他们用养生来做他们的这个标榜那有一间医院叫台安医院，有一间这一个药房叫台安药局这个都是他们的系统。那我们不是一定说他们到底对社会有什么影响，只是说他们用这样的远景跟目标当成是神的指示啦。
后来就没有成功。那结果呢？威廉米勒的预言落空，所以他们在美国把他说这段历史叫做大失望，大失望的历史哈 ，The Great Disappoint。许多人信仰摇动，甚至离开信仰，因为说你讲的没有，因为他是很重要的、有威望的人呐，所以他的讲话就很受很多影响。好，那个就是一个我们说一个典型的，把自己的念头想法当成是神给他的旨意。那如果是比较走偏差的，更危险啦。我们知道在之前牧师有提起过，在60年代哈，在加州有一个叫做人民教堂的一个，也就是叫偏差的系统这个 Jones 他带领一大群人呢，说要乘太空船回去天堂他们带他们到圭亚那边到最后全部人都服毒自杀，那个是偏差是很严重的。但是他们都口口声声说是上帝给他的意象，上帝给他的旨意。我们不要说别的国家了，我们台湾呢，在1995年就发生一件事情。如果年纪跟牧师比较接近的人知道，那个时候发生30年前发生一件叫1995闰8月哈，还有一个是1999年的什么这个中国要打过来那一类的，很多人的信呢，而且把台湾的家产都卖掉，然后大家移民去。有一个小岛叫贝里斯有一个地方叫贝里斯，中美洲那个地方。那所以你看，那一种把自己的想法没有验证，然后就直接说神的给他的指示，你看影响多大？小的可能影响你自己的家庭事业，大的可能是影响一群人。所以我们来思考说，这个威廉米勒呢，他可能是出于真诚的信仰，这一点我们没有什么觉得他是故意的，但是他将自己对圣经的诠释跟神的旨意画上等号，那就忽略了没有人知道那日子那时辰。耶稣说的，就像盗贼来到，没有人知道但他就明确说有，那就产生很大的误差弟兄姐妹，所以到底是你的野心、你自己的私心，还是神的梦想？我们要从神的话语来做查验。人的梦想要查验是否合乎上帝的话，这是第一个要警戒的事情。所以第一个要先颠就担心。如果说我要成就一个伟大的梦，但是你私下口袋饱，那这样算是成就神的伟大吗？神的梦想吗？我们常常台湾的政治还是不很稳定，对不对？我们常常看到很多政治人物他们口口声声讲了一大套非常冠冕堂皇的理由说要为人民服务啦，要造福人民啦，到最后别康哇，他家里面存款一大堆啦，不明来源很多了，钱从哪里来不知道了，那是什么意思？就是他空口说一个理想一个梦想，但其实目的是为了敛财，或是为自己家族的利益。那所以基督徒要验证这是神合乎神的梦想，是要丢弃贪心，这样意象才能真正进入到我们的心里面。或者说你的私心要完全去除。有一个故事我们很熟的，就是摩西。摩西年轻的时候也是血气方刚他在皇宫里面受到非常好的各种造就，看起来是一个将来可能要接任法老的一个年轻人但他关心自己的民族，他就想用自己的方法来拯救自己的民族，所以就是发生了他不小心去打死了一个埃及的兵，然后就被通缉了，逃跑了，然后跑到旷野去40年的时间。这事情我们可以做一个比照，就是说摩西爱他的百姓，为他的百姓出气，没有不对但是重点是神的计划并不是在这个方式，所以他如果失望的话、泄气的话，他可能会见怪神，说神我勇敢为自己的族人努力，为什么会遇到这种状况？而且跑到从王宫然后那个被驱逐到一个旷野没有鸟不生蛋的地方，你会觉得失意吗？你会见怪神吗？常常会遇到这样的现象。所以摩西有美好的梦想跟愿景，但是没有神同在。
这只是他诗人的判断，也是说世人的野心跟贪婪。反而一个对照，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是被呼召的，约瑟他因为被卖到埃及，很多事情是非常的艰难的，好像很多梦想都已经不可能实现了，但是他们竟然得着胜利。在皇宫里面的摩西没有办法成就事情，但是在被人家卖到埃及里的约瑟竟然能够成就。为什么？是因为他们走在神的梦想当中，他跟着神一起孕育这个梦想。亚伯拉罕看见天空的星星，地上的沙，神说你要成为大国，他就甘心的跟着走。所以梦想没有对错，没有大小，梦想只有说你是不是合神的心意。所以摩西年轻时候挫折了，还好神没有放弃他，在后来的时段又重新得力了。所以为什么摩西那个时候没有成就呢？是因为他来自于上帝的梦想，超越摩西的梦想。上帝的梦想是什么？要拣选以色列百姓成为祭司的国度。可能摩西只是想让他的百姓过得自由一点，平安一点，不要受劳役，不要被压迫。但是神说，你不只是这样，你不止如此，你要成为神圣的国度，祭司的国度，被神所呼召、所拣选的百姓。所以我们刚刚读的经文，圣经说，出埃及记，你们已经看见了我上主怎样对付埃及人，我背着你们，正像母鹰把小鹰背在翅膀上，把你们带到这里归我自己。如果你们服从我，守我的约，你们就是我的子民，全世界都属于我。但只有你们是我的选民，只是神圣的国民，是侍奉我的祭司。这是新译本，就是现代译本。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蓝图是这么高。摩西的期待目标也是这个方向，但是只是一个属世的层面而已。神说，全世界都属于我，但只有你们是我的选民。就是神把以色列分别了出来，他说你们是神圣的国民，是侍奉我的祭司。弟兄姐妹，你有摩西的梦想并不是不好，但是那个不是属于神的，所以摩西失败了。所以弟兄姐妹，要得到神所赐的梦想，你一个前提就是要先跟与神同行，要与神同行。神会透过圣经、圣灵、听讲道、灵修、祷告赐给我们。我们的宗会呢，预定7月开始，要促成各教会大家一起来同心推动一个属灵的造就工程，还有包括我们的家庭的这个成长所以他就很注重家庭的聚会啦、RPG 啦、大家庭的亲子关系啦。那我们弟兄姐妹，你说这个梦想、这个意向从哪里来呢？请记得，它不是凭空而来，而是你谦卑的与神同行，他就会运用不同的管道，藉由圣经、圣灵、讲道、灵修、祷告来赐给我们。有时候牧师在台上，我就按照自己的领受讲出来，但是神会从某一句话、某一段话告诉你说，这个话你要把它领受，你要成为你自己的梦想。你记得上个礼拜不是一个阿亚老师、第三时间老师来讲吗？他说他听了牧师一句话，他就去读神学院，对不对？你看别人这个没有感动，但是他有感动啊。那就是重点是在于说，你有愿意倾听神的话语。感谢主。我们细心定计划以前，我们要先一个理解，神已经在每一个人这个宇宙当中，他掌管了，为每一个人定下这个计划，所以他已经为我们规划了世人跟万物的未来，这个是神既定的计划。所以你要想说，我的计划如果是在神的伟大计划的一部分，你就会成就。所以当我们计划自己的人生以前，你就要先寻求神的心意在我们身上的旨意跟计划。重点是你要顺服神，
因为有些事情你看觉得，这个不适合我，这个我能力做不到，那我怎么可能改变我自己呢？就像这位阿亚老师，他本身本来做好好的，他在当老师啊，那突然间神说你要来雾峰来当这个921救灾的一份子，你敢不敢放下来？那如果成就神的旨意，他就会让你前面的事情看见神奇妙的应许。所以，我们有一个理解，就是说，神在这个伟大计划，我们人都在他的计划里面，他的美好旨意里面。所以，我们把它当成说，我们是上帝是导演，我们是演员。上帝是导演，我们是演员。所以，当你执行出这个梦想，其实就是你按照导演教导你的知识、你的肢体语言，还包括你讲的话的台词、剧情，那你演出来，导演会觉得说你真的是有达到我的理想。那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当中，就成就了神的应许的意思。所以基督徒要专心聆听我们神的声音。忠心顺服，超越情感理性，就是说你看到事情可能跟你的理智、跟你的理解、跟你的专业有一点不一样，你要学习去倾听，学习去分辨，学习看看神怎么引导，用信心来跟随他。另外一个，我们要学会用倾听上帝那微小的声音呐。摩西经过了40年，绕了一大圈。然后在旷野的燃烧的荆棘当中，听见神的声音，很有趣哈。摩西先磨练40年，然后又带领了百姓到旷野40年。其实他是一共80年呢，80年都在成就神的旨意的道路当中。他比以色列百姓还多了1倍。但是摩西他在旷野开始改变，他听见了上帝的声音，他接受了上帝所赐的梦想。好，你愿意就躲在旷野终其一生，还是你成为神所呼召的，来完成这个伟大梦想的一份子？是你有没有听到他的声音？摩西在旷野听见了上帝的声音，他谦卑的在主面前，神告诉他说：“我是自有永有的。”无始无终的上帝，我要呼召你，带领以色列百姓到新天新地，到一个迦南地来敬拜我，成为一个自由的子民，自由敬拜我的子民。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一件出埃及的事情，我们知道说，神不是突然间想到，这个摩西有用，我来请他做，我要呼召他做，而是神在原始的计划当中就已经预备好了。因为早在亚伯拉罕时期就开始预备了这个计划，经过一代又一代，神的声音就越来越清晰，他的计划也越来越明显。然后到摩西的时候成就了，就请他要他一起执行。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读旧约，我们读出埃及记以及后续的5经，你看到说以色列百姓没有像摩西一样听神的声音呢，他没听他们没听他们不明白神的心意，所以每当遇到小小的问题，就埋怨上帝，埋怨摩西，不顺服摩西的带领。你看问题来了，因为这样的悖逆，神给他们惩罚。你看他们在旷野里面饥饿，他们在旷野里面得到瘟疫，他们在旷野里面遇到许多的挫折，包括战争的挫折，还绕圈40年。40年是他们不顺服的结果。所以他们如果专心听从神的声音，相信跟随，那旷野40年的经历就不用了。我们很多人对中东的地理应该有基本的认识。你看从埃及过红海，如果开车不用多久就可以到以色列了当然现在在加沙走廊不是在战争吗你看很多那个巴勒斯坦的人，他们就逃到埃及去，因为南边的是埃及，北边就是以色列。那车子一开就过了，就很快啦。但是他们竟然在旷野绕了40年。
所以以色列百姓他们因为不倾听神的声音，就冤枉路走那么久。所以基督徒，你不管你心中有什么梦想，你先不要想说我要去找资源，我要找别人帮忙，我要请贵人。你先想说神啊，这个是不是你的心意？是不是你要我所做的？要聆听神的声音，神不断的向我们说明他的计划，我们要学习去倾听。基督徒，我们接受主耶稣为救主，就要学会倾听神的声音，过顺服他的生活，这样我们才能活出神为我们计划最有价值的人生。换句话说，神这个模式对摩西来阐明、传递梦想，其实神也一样，透过圣灵同样对我们说话。我们读了哥林多前书2章9节到10节，你看到这个话怎么样跟我们说？他说，圣经所说的，上帝为他爱他人所预备，正是眼睛没看过，耳朵没听过，也从来没有想到，没见过，没听到，没想到，那是什么事？根本我们看到是不存在的，对不对？但是怎么样？上帝借着他的灵，把他的奥秘启示我们。换句话，很多人根本不在意，根本没有理解，根本没有感觉，但是神透过他圣灵的声音来启示我们。他说，圣灵细察万事，细察的意思就是说巨细靡遗，没有漏掉了。他说，连上帝深藏的旨意，深藏哦，表示说神一切都透明了，他的旨意圣灵都摸透明了，他深藏的旨意也能够细察。神如果是这样的神，他怎么不可能在你身上的旨意是让你明确呢？只是我们没有倾听，我们没有细察，我们没有呼求而已。弟兄姐妹，我们要改变一个观念，就是我们要追随主所示的梦想，而不是你想出一个你认为的梦想，叫神追随你，那次序就错误了。我们上个礼拜呢，我们这个阿亚的不是来我们这边分享吗？他在台语堂的时候，他有带我们唱一首诗歌，叫做《主基督，你的担，我们愿意担这个担子啊！我们要担主耶稣的担子了啊！这个圣诗是524首，他华语的歌词是这么说：主基督，你的爱催促我们能梦想，能梦想，能梦想，梦见播种不徒劳，茁壮成长枝叶茂。他说，主的爱催促我梦想。换句话说，神他会因为爱你，让你的梦想慢慢好像一个蛛丝马迹，或是一个好像我们常常看到说，天空有一朵小小的云彩，慢慢就扩大明显了。那这扩大明显会成为一个蓝图哈，你不是自己乱想，而是你细心寻求主的爱催逼你，然后你就看见这个梦。他说，梦见播种不徒劳，而且茁壮成长枝叶茂，那是一个流程，一个顺序哈。所以弟兄姐妹，寻求上帝在我们身上的心意，不是先决定好自己要走的路，才求上帝帮助你。很多人在人生的旅途当中，我们说跌跌撞撞，对不对？小的就是一个小伤了，有时候跌得很厉害，感觉爬不起来。那可能就是你这个梦想，你在执行的时候，没有先细求神给你的旨意，而是你自己自以为这是神给你的，然后就闯进去了，然后就收不回来。所以这个顺序很重要。我们看到这个月或是上个月，不是西部海岸迎妈祖的事情很多吗？哇，很热闹。我们看了觉得那么台湾那么多人那么样的迷信在做这件事情，其实他们目标一致的，他们就是祈福嘛，对不对？他们求波比嘛，求事业发达嘛，求生病得医治。其实那个心意跟我们一般人没有两样，但是重点是在于说，他们先设定好目标，求他们的神来应许他们。自己先想要什么，然后叫神给他成就，那神就变成你的奴隶啦，变成你的仆人啦，那颠倒顺序就差很大嘞。这是错误的心态哈。基督徒更要小心，常常说
上帝啊，我要走这条路，我要开始这个事业，我要做这个工作，你一定会帮助我。你凭什么这个是上帝要帮助你？你做的到底是神要你做的吗？所以基督徒很重要，他的成功的起点是你有寻求神的旨意。甚至我们说，包括在教会里面，有些人就说啊，这个事工很重要，哇，有热诚去推动，到最后不成功，因为以为这个是神给你的呼召，因为他后来失败了，财务崩溃了，人际冲突等等发生了。曾经有一个年轻人，他认为说，我这个工作稳定，我要辞职，我要到偏僻的地方，到外地去传福音。他觉得这个是神给他的使命，但是他也没有跟教会领袖充分讨论，也没有跟一些资源团体一起沟通，也不了解要去的国家那个远乡的宣教去认识对方。所以他一出去凭着热情而已，但是后来遇到状况了，身体也出状况了，因为不熟悉那边的环境、气候、文化，还有包括的饮食，后来工作受阻，就沮丧回国了。问题是这个问题是，到底他热诚不对吗？是因为他把自己的热诚看成是神给他的旨意。我们很多年轻人，包括我们基督徒，最怕就是这样子。然后一头热，根本没有寻求，也不寻求验证，或是征询一些有经验的人给你一些资源。所以询问上帝的计划跟旨意，这个就是他喜悦的祷告，而且还要查验是不是圣灵跟上帝的话语的印证。有几个流程我们必须要注意。第一个，上帝会回应恳切祈求他的人，恳切祈求。他会透过圣经回应，也会透过圣灵来感动我们。意思就是说，神不会平白无故他把你晾在那边。你认真追求、寻求，你读到的圣经会有感动。你会透过某个人讲的话，看到某一个场景，圣灵会感动你，去看到这件事情的答案。这是第一个，这个很奇妙的不信的人觉得说这个虚无缥缈怎么办？第二个，要确认梦想是真实或虚假。怎么去确认呢？我们知道，我们常常听到很多弟兄姐妹做见证，他说：“我要买这个房子，到底可以不可以？”他们有的讲说：“一走进这个空间就觉得很舒服，很平安，对不对？”问到钱从哪里来？感觉上就很安稳，不会觉得恐慌。真的，确信这个梦是虚假或是真实的，出于上帝，就是祷告，你会越来越热诚，越火热，你会觉得没有违和感，你没有觉得有什么冲突跟阻碍。但如果不是，心中没有平安，很多事情会好像那个兆头来告诉你。第三个，我们要查验内心是否指数的平安。刚刚我们已经提过了，上帝在启示你的时候，极大的平安会进入到我们内心呐。极大的平安，没有什么样的感觉就很舒服、很快乐、很安心。我们的年轻人呢，现在今年开始参加高中、大学的考试了。你用这种方式去查验神带领你的道路，读什么样的科系、什么样的学校。如果是这样，你会发现你会心中有很平安，你会发现神给你很大的力量。最后我们一起学习。那既然你找到了梦想，那怎么做呢？要带着顺服和信心来前行。顺服跟信心。所以因为你跟神同行嘛，所以他的指导你愿意顺服，借着信心照上帝的计划而活，就是以顺服跟信心来生活。我们在顺服跟信心的生活当中，第一个会碰到的就是说，你过顺服的生活，你要伴随着牺牲。你不能说我这个也要，我那个也要，有时候你要勇敢的放下来。我们看到最伟大的一个典型牺牲就是亚伯拉罕，他的牺牲顺服到什么程度呢？我们丢弃属世的事，把自己摆上。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怎么样顺服，他把自己的儿子献为燔祭，甚至把他放上祭坛。等到他完全的顺服的时候，神说：“
且慢，在附近的树丛那边有一只羊来替代。亚伯拉罕不是做样子的，而是因为他知道神有他更美好的旨意。因为我们做是亚伯拉罕，你就会知道说，以撒是他100岁好不容易才得到的儿子，不是随随便便好像一个物品呢。他神却把这用命令说要把孩子献上，很难顺服啊。但是他虽然这样，他知道神有更深的旨意，他的境界超过人的境界，啊，默默的顺服，然后他就完成了这一个神给他的意向。所以牺牲是必然的，但是神会在别的地方补足给你。第二个，拥有梦想、意向，要用信心来走。我们看见亚伯兰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信心？因为亚伯兰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有的上帝呀。罗马书4章11节，他说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其实基督徒这一句圣经是非常宝贝的，是一个给你一个最大的依靠。亚伯拉罕，你改成你的名字，我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有的上帝。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你有这样的信心，你会发现，你走在主的梦想就不是一个空话了。所以何等大的信心，何等大的顺服！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为了顺服他的旨意，愿意将自己献上，儿子献上，那是非常大的一个信心。重点是在于说，我们常常用自己的知识，用自己的经验，我们说属肉体的人，都常常想要一定要亲眼看见、亲耳听见、亲手摸到、亲口尝到以后才会相信。这个就是我所谓的感官主义者，因为完全没有属灵的概念，完全以现实为依据。上个礼拜，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去东门教会听有一位明居正教授在那边做演讲，他很客观的分析说，共产主义其实就是无神论，共产主义的祖师爷马克思其实就是撒旦的，拜撒旦教，因为他们发展出来的这个唯物论、唯物主义，就是把属灵的事、把圣灵的事、把上帝的事完全抛弃掉了。那以物质的改变为基础，就会把圣灵的事把它拒绝掉。这是感官主义，他们不相信属灵的世界。刚刚说没有听见，没有看见，手摸不到，口尝不到。那你想到天国的事，眼睛也看不见啊，耳朵也听不见啊，口尝不到啊，手摸不到。但是你还是相信天国存在，对不对？所以基督徒最大的超越就是超越感官主义，超越属世的想法。好像我们说属魂的人，就是很注重科学、理性、万能主义，认为不合理性、不合科学就没有相信的价值。前几天呢，我们李伟教授传了一个图卡给我，他告诉我说，他们有推动一个课程，就是用科学、用理性去认识这个信仰。科学是验证信仰，而不是反对信仰。那如果你没有这个属灵的境界，你就会用你仅有的科学知识要去否定神，那是天大的可惜了，天大的可惜。所以我们看到神所行的许多神迹奇事，都是不能以科学的角度去证明的啊。第三个，梦想，就上帝的话语言，他透过他的梦向我们说话，告诉我们他盼望我们活出什么样的人生。神透过梦想来告诉他的想法，所以你不寻求，你不读圣经，你不灵修，你不与人分享，你怎么知道神给你什么样的旨意呢？你的人生就白白的把它丢弃在那边，用自己的方法在摸索。所以我们要专注于梦想，特别要注意借着祷告来查验这个梦想是不是出于上帝，也要为了这个分辨梦想不断的努力哈。弟兄姐妹，最后一个，我们说倾听神的声音，
我们说梦想是上帝语言。另外一个角度的解释是说，我们要学会对准上帝国的频道。可能现在年轻一点的弟兄姐妹根本不晓得频道是什么，频道很快就可以找到啦。我要看 MOD 啊，400-500台啊，我们的第4台也一大堆啊，手机更不用讲，你一按它就把你连好了。在5G 的世界，在网络世界，但是以前哦，牧师在青少年或是年幼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的收音机是调谐器调谐的，要转那个针呢，要导到那个哇，就转不到啊，听不到还要转那个收音机才听得到。尤其牧师住在澎湖哦，偏僻的地方信号更弱啊，所以那个时候我发现说有调频的哇，就觉得怎么那么好，声音那么清楚啦。啊，刚开始电视也一样哦，电视刚一开的时候好像也不大清楚，你要转动那个天线，还要转那个，那到底有没有办法对象？意思是说，上帝国的频道你有没有对准？你要拥有意向，要倾听神的声音，所以时刻警醒，侧耳听，顺服神，这是非常重要的。今天的主题是远大梦想从神而来，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认真去寻求？还是说一头热，大家忙这个你也跟着忙，大家冲这个你也跟着冲？我们说台湾人一窝蜂吗？有一段时间我们在流行蛋挞，大家一大堆蛋挞都卖出来了。有一段时间流行什么烧烤，哇，大家一直一个店都一个店开。那你有再多的资金，等那个退烧了，你再好的食品人家都不要。更早期啊，可能也要年纪大的人才知道，早期台湾曾经流行一个什么，养那个小鸟叫10姐妹，有没有听过？10姊妹啊，那很小的小鸟，哇，那个时候很贵，大家争着要养，还要培育它去卖，到最后啊，那些10姊妹都没人要买了，因为你只是盲从嘛，跟着跑嘛。台湾最多的就是这个，就是盲从，跟着跑。还有包括投资啊，哇，不得了啊！台湾成为诈骗王国，因为大家急着要投资，好像经过你这一手，你就可以赚一大堆回来。弟兄姐妹，对准上帝的频道，上帝的频道，你要先学会顺服，甚至要牺牲。所以不是贪图先要得什么，而是你要追求说神要我做什么。我想你一定会在一生当中走向一个安稳的道路，因为你走在神所规划的道路上。我们要做一个祷告回应，然后要为我们弟兄姐妹来做一个医治的服事，请同工弟兄姐妹要接受服事的预备心。我们现在做祷告。亲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因为你在我们身上已经定好美好的计划。所以我们要寻求，要追随，因为这个远大的梦想是从神而来的。主啊，求你让我们细心分辨，不是先画好一个目标，然后叫神你来帮助我们，而是我们跟神说：神啊，我的目标是什么？我的意向是什么？我的梦想是什么？求你帮助我成就。神啊，我们确信一个属灵的儿女，你的在我们身上的计划是神圣宝贵，而且是得祝福的。因为我们跟着主的路走，我们就看见神在我们身上要见证出神美好的旨意跟呼召，还有命定。感谢赞美你，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弟兄姐妹，我们有同工要带我们唱一首《是我自由》。